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括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栏位，互你做参考。好，来，咱节目要来开始啊！咱的今日来宾一直讲足紧张的，今日赶快是咱的特辑嘛，看标题就应该会知影吼。咱今日嘛是有来宾的特辑，所以就是跟我阿迪吼，啊，还有咱的来宾吼，共款说防止金鸡玉后无适合耍动的金卡玉部，所以无来甲咱这个录播课来这个现场安尼。好，来，咱今日先来甲咱大家介绍一下，咱今日来宾吼，那么是星光闪闪，马上啦，就是咱的这个镜新闻的台语主播吼，其实你是华语、台语拢有对无？吼，双语主播吼，咱不是讲要推行双语，双语主播，咱的这个温晓顺，晓顺对无？温晓顺主播来甲大家拍个招呼好不好？嗨，大家好，我是镜新闻的台语主播温晓顺。嗨，大家好，我是镜新闻的主播黄小纯。就紧张，这是我第一摆录 podcast， 而且我爱用全台语的方式，我可能变足文静的。我就讲我敢陪你随意啦。就因为之前咱伫活动当中嘛有见过面吼，小开讲过安尼。那先请你甲大家来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因为咱都有讲你是镜新闻的这个双语的主播。那作为这个主播的身份，你免尤其你是两款语言拢伫使用，要安怎甲大家自我介绍讲我伫创啥吼？我这两个语言的差别啊，等等安尼。自我介绍就是读倒啊迄句。我是主播啊，平常时就是负责，比如几点到几点的新闻啊，也是当时啊，伫倒位做啊？你过去有伫其他的电视台做过无？吼啊，主要是做啥物大概啊工课安尼？我即马是伫镜新闻做台语新闻的主播啊，阮的时段是早起10点，下晡2点安尼。其实我除了台语新闻啊，我嘛会报一寡华语的新闻啊，所以华语新闻这个时段都无一定啊。无一定是啥物意思？就是看倒位欠人，倒位欠。所以恁时间是会调整就对，改来改去安尼。只是讲台语的部分时点都是有固定落来啊。对，台语的新闻这个时间是固定10点到下晡2点。所以你伫准备这主播对你报新闻的内容的时阵，你总是要有一寡事情的这个准备的工课吼啊，这个工课内底有对你来讲有啥物特别需要注意的无？因为大部分人拢无做过主播嘛吼，毋知讲主播看起来穿甲水水，想讲穿水水坐底摇大腿就会使，当然是无可能嘛吼，真侪专业的代志爱处理。这头前的代志，一般恁大概拢爱做啥物代志咧？因为我本身就是新闻系毕业的，我走新闻，我伫咧本科的就对啊，本科的啊，我伫咧电视台走新闻嘛有10多年的经验啊，所以新闻对我来讲是毋是讲介困难的代志啦。像我一开始是伫咧宜兰的地方台走新闻，来台北走电视台走新闻，我走过财经。捌走过生活，捌走过政治，我嘛捌做过1点钟的新闻专题的节目。所以你是正讲记者出身的对吧？对，我是第一线记者开始做的安尼，所以报新闻对我来讲是袂困难啦。要毋过这袂困难是意思是讲报华语新闻，所以对我来讲较困难的是台语新闻。差别伫倒位咧？就差就大啊。嘿，比如讲，像华语新闻，我顺过的时阵，我就是改这个语气
比较顺就可以了，这样，或是我可以加一些我自己的观点或诠释在里面。要么报台语新闻的对我来讲就困难了，因为我们是本科系出身的。台语新闻的本科是，基本上是不是少年人？嘿，基本少年人是不是有台文系？我较早迄个时代是无，安尼大概是要知影外语。搞差不多。非常就是无什么本土语言啊，无迄种也嘛无台文系，所以毋是本科的。啊，台语是我的母语啦，虽然讲是我的母语，也毋过中文已经拢足侪年无讲，是细汉才咧讲，自细汉才咧讲，啊，中文已经足侪年无讲，是为着报台语新闻才开始豆豆学，所以对我来讲，准备台语新闻上困难的都是讲台语。啊，像阮早起10点的新闻啊，我拢差不多7点外都要到公司开始准备。提早3点钟。对，提早3点钟开始准备。改稿啊，改稿。对，因为这记者写的拢是用华语的思维甲文法去写稿。记者袂互你台文的稿。袂，我台文稿。是毋是叫记者大家拢会学一个？伊连讲可能袂晓讲。对，记者拢是用拢写华语的稿，啊，华语的稿是用华语的文法甲华语的思维去写的，所以你若要直翻，可能大家用听会听无。是。其实台语的文化甲即个华语是足无共款的，所以我拢要用意思去甲翻去甲改，安尼改做台语的意思。所以看到一篇新闻，你要先了解即个新闻的背景，即个新闻是咧讲啥。你可能规篇即个，阮叫主播伫念的稿，阮叫稿头，主播稿。可能即个主播稿规篇拢要定写做台语的文法。所以一点钟的这个新闻差不多20-30条新闻啊，全部拢爱定写。有当时可能30几条，可能连续消息若较少，可能都30几条新闻拢爱家己定写。对。所以你最开始做拢是爱去遐重新写稿，啊，等家己搁重写一届。而且因为我本身我在台语是家己学的，我在台语也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所以。内底有足侪字我袂晓念，尤其是新闻有足侪新的词，是，尤其是什么我讲财经新闻话，道琼工业指数，对不对？这都可能大家都较袂晓讲，这样是。嘛，我记得所以这边安怎讲？道琼工业指数你有叫伊的汉字去念就对啊，直译，对。那所以很多事情你是要经过一层翻译，所以。才不会去扭曲它原文新闻稿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新闻很重要。不好意思，突然讲华语。不要紧，你顺势就好。新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播你必须要忠实的呈现新闻，客观忠实的呈现新闻。当然你会有你的立场，但是尽量就是要中立、客观、不偏颇。所以新闻的正确性很重要。所以因此要如何把握住新闻的正确性，从华语翻到台语，就是除了这个台语要很厉害之外，你必须要有一个新闻的底子在里面。你不能去扭曲新闻，不是干那语言尔，你本身新闻的专业，你要安怎看待这个新闻内容，要安怎去重新传达出来，其实变最重要的。不是讲干那你会讲台语就会使处理的对啊。对。所以你两个物件合做伙咧。是，我拢讲我是笨鸟先飞，我较缓慢较戆。较早起的对啊。我就较早起床，较早到公司，较早准备。别人报台语新闻，可能1点钟的台语新闻准备1点钟就好，我就准备3点钟。所以我一天2点钟早起到下晡，一天2点钟的台语新闻，我爱开4点钟伫咧改稿。你讲一天若2届来讲，报2届，你就爱开到4点钟以上。对。哇，时间也开足济。而且这个稿改煞了，我一直念，就是一直练习。我觉得语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勤练，没有别的。可能有些人有语言天分，可能语言较紧，但是勤练是不二法门啊。像我细汉的时阵，有接受过华语的正音训练。听你讲话听得出来，迄个家字确实拢会较正较水。就是也有接受过老师1对1的正音训练，所以语言这种东西，它要练习的诀窍不二法门，真的就是勤练而已，没有别的。所以我伫练台语的时候，就是像这台语讲完了改好，我就是一直练。可能一篇，你看我伫咧电视安尼报新闻吼，可能10-20秒啊30秒的新闻，迄段字我可能爱练10摆。
一定的，一定。因为咱伫报的时候嘛，无可能讲卡掉掉迄段，对，嘛袂当 NG， 嘛袂使。免讲开始头前都爱练，甲真正会熟手啊，有法度背出来迄种感觉的程度就对了。对，而且面皮嘛爱搞，就是讲吃螺丝千万唔通紧张，唔通歹势，动作无代志继续干。我讲这是上重要的训练咧，我对大家上重要就这个物件，无你卡掉掉，卡底下嘛毋是办法。家己大家讲歹势面皮较薄了，讲歹势念掉。本来咱即个呢爱报20条，佮我煞剩10条，伊拢卡伫第10条，后边拢免个报啊，嘛毋是办法就对啊。对啊，因为新闻拢是 live 嘛，袂当 NG 嘛，袂当卡掉，所以就是对，咱新闻其实一般嘛是拢确实是 live，都是 live 的，所以完全无通啊讲你后壁帮我加一个，像我遮可能录音录了啊，到遐小可。若有问题，咱小加一下，啥拢不要紧，这都无法度啊。对啊，所以而且事前的准备功夫很重要，就是一直练，勤练没有不二法门。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要有新闻背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举一个例子，估计的都是这样，有一个网络笑话，就是说飞机盘旋1周，这个新闻，那从台语来讲，它有2种翻法，飞机盘旋1周，飞机盘旋1周可以讲。飞行机坐一日，然后也可以讲1周，也可以讲飞行机飞1礼拜，这意思就无同款。然后都飞1礼拜，我嘛是加配合。飞机很省油。这是迄个佩洛西机的款，看我飞来飞去，大家都不知飞去哪呢。所以我的意思说，所以从这个网络笑话，当然我们姑且不论这个真实性如何，但是从这个网络笑话，飞机盘旋1周这个网络笑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掌握新闻的正确度很重要，就是主播他不是读稿机，你就是必须对新闻背景你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你才可以吸收新闻，吸收新闻之后再把它转化成台语翻出来。但是我是感觉我个人也是有这个需要进步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就是讲，其实对新闻内容理解迄个精准度，其实是爱足注意的，对无？一寡事可能你伫，尤其你若变成讲，如果爱为华语加重新个改成台语来讲，有当时华语的理解，咱讲过就过去啊。你看日字的教翻来讲，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像你当讲1周，就可能就这个问题安尼。但你真正是，我讲你应该是真正是平常时当就认真你做功课。我看你受访，我目前无拄过来宾受访，真正有摕纸出来，顶悬真正有写字的咧。一定真正写，我连个都没甲你翕起来，互大家看起来。我毋捌拄过来宾受访，有真正有写一张单，顶悬要写你要讲啥。今仔日讲全台语的采访，我其实足紧张的。轻松就好啊，放轻松就好啊，真正无要紧。咱就是语言，我讲语言是安尼，毋是用强迫的来的，无咱自细汉。念英语学英语学遮久，几个人英语好诶？你若无迄个动机，无迄个动力，想要去做，其实无可能。我都讲随迄落。你硬要用强迫诶，我讲毋是上好诶方式。咱先轻松开讲，讲这个台语开讲起来，伊会使表达咱真侪想要讲诶意思。我讲这些才是较重要。那当然内底掺其他语言，你要掺日语、掺英语，我拢无要紧，我拢可以。你若掺一个我听无，我事后我甲问你，你看写伫说明栏互大家看，你嘛是可以啦。你之前其实捌伫 Facebook 顶悬，目前应该嘛是搁伫顶悬吼，有写一篇即个做缘起，除了努力就只有努力嘛，就是这篇文章。我其实拄开始是先看到这篇文章，吼，就讲有受到感动的感觉，讲这个因为对我家己来讲，较特别是我自细汉较大汉，台语的使用量就真大吼。对我来讲，华语甲我一直拢有伫讲，华语甲台语对我来讲是一半一半。我对所以我其实颠倒是真少过去真少感觉讲台语可能会消失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就一直有伫使用，包含我进前做的工课啦，或者我家己厝内的人，本来阮都会讲。所以两边对我来讲拢是同款的，50%，我无这个感受。是等到伫做台语话故事这个单元了，才开始会去注意到讲，比如讲伫讲台语的这个，不管你是讲一个口仔啦，或者是伫讲台语的人，一直伫提醒的代志，就是讲语言真侪语言，真侪母语。咱知影讲比如讲原住民族语吼，原住民的这个语言真侪，有的是已经消失啦，有的是伫要消失啦。但是我对台语讲实在真正拄开始是无这个感觉，但都是慢慢你看到愈来愈侪资料，拄到愈来愈侪人，你才会知影这个问题。加过去讲，囡仔当然不要讲台语，这是一句话意思的带过尔，其实无想遐济。所以我伫看到你写这篇，就是你的
变成台语主播这个过程，因为平要报新闻，你若要报台语，加开遮侪时间，加开遮侪心力去做。我你想，总是后壁有一个真大的动力，会使互你去做这件代志。无嘛，无可能讲我著报华语就好啊，我较轻松，钱毋是共款哦，对吧？所以一定是有啥物原因。我看到这个物件时，看你写这篇的时候，感觉讲哦，大概会使理解。但是我希望讲，看会使由你家己来甲大家讲，你家己你写这篇文章包含文章的内容，或者是你家己的想法，然后你的感受。迄当阵会写伫 FB 写这个文章，都是改稿改到足忝我毋知影大家对我敢有熟悉。其实我伫即个新闻界有10多年的经验，也毋过其实我离开即个电视台已经有5年外的时间啊。我进前捌伫即个民视走过新闻嘛，捌报过新闻，伫民视报过华语新闻嘛，报过台语新闻安尼。后来是为着生囡仔，所以才离开公司，离开职场安尼。所以我会当讲是以大龄的2度就业妇女之姿再度进入职场。其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尤其阮囝新闻是一个新的公司，我嘛足感谢公司互我这个机会，会当有2点钟的台语新闻，这实在是足罕见的。因为即马足侪新闻台拢无要做台语新闻啊，因为台语新闻的收视率，确实讲是有较低，真是安尼吼。白新闻安尼同款的新闻编排出来，都是台语新闻的收视率就是会比较低吼。虽然讲这个主播同款水啦吼，身材同款好啦吼，搁较水啊。要毋过这收视率就是较低，无法度。为着商业的考虑，所以这电视台拢无咧做台语新闻，所以我嘛感觉就感谢囝新闻和台语新闻2点钟的这个时段。囝新闻突然开始那个商业广告，无要紧，我这无咧惊，无受 NCC 的控制。不好意思，开始工商时间。对，那其实阮囝新闻是摕到执照了后，才开始伫网络公开放送。其实伫进前，阮已经试录试播有1年的时间啊。你是伫倒遐通试播？就是阮电视台内部才看会到。无对外开放，无对外看袂到，但是其实恁一直拢有伫做这件代志。是因为阮内底文稿系统、文稿系统，还有副控诶机器、摄影棚，拢是全新的，拢是全台湾无即种设备的，所以。虽然讲阮内底有真侪同事拢是为别个电视台过来的，也毋过阮拢爱定学，重新开始摸索文稿系统，然后摸索副控的设备、剪接系统。对，所以我们对那试播其实有快1年的时间。所以我伫电视台内底报台语新闻，报1年无观众朋友的台语新闻，拢是家己一个人伫咧拍拼。所以你是连内容都真正拢爱照做，完全。一模一样，只是差伫讲无对外放送尔。就是记者照常出去找新闻，新闻转来照常加剪接，然后照常主播爱改稿，然后照常去摄影棚录影。即使这里讯号没有对外发送，但是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情。我们默默做了这样的事情，做了1年了。就是要做甲讲，我今日对外放送甲无对外放送，你感觉拢共款，所以有一天伊开放的时阵，你嘛是照正常伫做恁日常的工课安尼。就默默等待执照发下来，我们可以对外公开播送。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大家嘛知影，新闻主播他是算是一个半公众人物，是有当时伊可能工课足忝的时阵。也是讲，因为当时报这个新闻，你也希望收到观众朋友的意见、回馈、反馈，就是有人甲你鼓励，吼，拢无人甲你应的，还是讲有人讲你真真水啦，安尼就欢喜。是。但是你就是默默的一直在做一件很难。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情的时候，你难免就会，当然公司有按时发薪水给我，但是你难免就会觉得很累，然后会觉得很孤独，然后会觉得很无奈，所以那时候也是想要鼓励自己，就是我就是才在 FB 跟 IG 上面突然有感发乐等一下几大批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当时是真的是蛮累的，然后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选择当台语主播。对，其实我自细汉是我的生活语言其实是台语，我细汉伫咧读国小进前，我比方讲
华语，拢讲台语。我是宜兰人，阮宜兰遐拢是讲台语较济。所以我自细汉甲阿公阿嬷、甲阮爸爸妈妈，甚至阮小妹，拢是讲台语，袂晓讲华语。阮平常时看的这个电视嘛，是布袋戏、歌戏，甲阿公阿嬷做伙看。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偶像都是陈亚兰，还有杨丽花，我感觉因足缘投的。我是大汉才知影因是查某，细汉的时阵是讲因是查某。我是真细汉就知影啦。哦，你较早熟。但是我嘛较是会甲，迄时是甲阿祖做伙伫厝，阿祖爱看，因为伊确实是袂晓华语，就是经历过日本时代，所以伊会晓一寡日语，其他就是生活拢是用台语。所以阮伫互动、伫开讲、伫创嘛是一定拢用台语。伊就兴看歌戏，当阮当然家做伙看，嘛是共款的迄款经历。是，阮阿公嘛是会晓讲日语，袂晓讲华语，会晓讲日语甲台语。是，迄嘛是做伙甲阿公阿嬷做伙看歌戏，做伙看布袋戏啊。我会记迄当阵布袋戏，就是温州大儒侠。是对。内底苏彦文内底有一个下马冷气，我感觉足够侪的。我拢会学伊讲话啦，学布袋戏的手啊，学布袋戏的骹，学布袋戏的。骹步手路安尼，伫咧行路讲话安尼，无就是盘被单伫咧身躯啊，唱歌戏安尼。自细汉就是安尼，毋是小时候无咧看迄什么，现在年轻人看什么？天竺鼠车车，迄嘛贵啊！我好谁看天竺鼠车车？大家伫看。大家咧看，是玻璃。玻璃我知影，我听。自细汉拢无咧看迄，拢是看歌戏啊。是读国小了后，老师讲袂当讲台语，爱讲，伊当阵讲国语。对，老师说要说国语，然后那时候有很多国语文竞赛啊，像字音字形啊，或者是朗读比赛，我演说比赛。因为我上课很爱讲话啊，所以老师干脆就叫我去参加演讲比赛。找那个最爱讲话的那一个去参加比赛。伊就甲伊讲话开来拢用伫遐，上课都袂一直讲话，袂遐搞话安尼。老师说黄小纯，你很爱讲话嘛，那你去参加朗读比赛。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得了很高的名次，可能真的也是太爱讲话，平常训练有素。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就开始参加。我刚刚有跟亚特提到有1对1的正音训练，因为之后就要代表学校去外面参加比赛。所以老师就会对你就是经1对1的特训，字音字形咬字一些特训这样。所以当时就是埋头在就是国语文的世界当中，包括注音啊，包括字啊，包括一些朗读的声调啊，还有一些演讲甚至演讲稿子要怎么写起承转合，这些都有经过特殊的训练。作文的下滑了呢。对，因为以前演讲比赛会有2个，一个是准备好的题目，然后一个是临时抽那个题目出来，对，然后你就很紧张，你要赶快把老师就会教你有什么起承转合，就把它套路，一个固定的迄个板的感觉啊，你就是坑里面就差不多啊。对，就老师准备好了套路，你就给他一个填进去，这样不管任何主题就把它填进去，然后就可以马上可以上去讲。你就把它填落就好啊。是，所以大家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然后就把那袂记台语啊，对，然后就曾几何时跟阿公阿嬷见面都袂晓讲话啊，结巴巴的，坑坑巴巴的。你就开始有出现甲阿公阿嬷讲话，开始唔知要安怎讲。是啊，阮小妹比我减我4岁，因为台语比我更较烂，就是一代不如一代，3年一代够，一代不如一代。那时候已经开始坑坑巴巴的，小时候细汉甲阿公阿嬷讲台语，完全是。非常对，没问题。但是念了国小、国中、高中，就开始那个差距越拉越大。然后也都是跟同学都是讲华语较济，都无咧讲台语啊，对啊。是后来就是出社会啊，转来地方台走新闻啊，我当阵伫咧宜兰的联合有线，像亚特也是宜兰人，你也应该有知道。阮定办记者会啦，啥拢会甲记者宜兰新闻，定会嘛，定会带一寡人去上节目啊，啥拢有。那像我们地方台就是有国语新闻，也有台语新闻。我迄当阵就为啥开始甲这个台语 Q 倒转来？迄当阵就是我的念影是前辈，伊就歹安尼。我就是新闻稿写好，是啥物啦？敢若对。安尼我可能无的确会知。但是严师出高徒，我就是新闻稿拿来，然后再在剪接室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注音。那时候也没有学什么台语拼音、台语文拢无，一当中就是用注音或是谐音字，然后是那个英文，这样自己去拼。整篇稿子密密麻麻的都是注音，然后开始
字字安尼念。啊，较早加大，毋知影观众朋友敢知影？可是较早加大是线性的，所谓线性就是它是1:1对减，对对，就是你念错了的话，它就要从头再蕊一遍。那现在是非线，是用电脑剪的，电脑就会硬凹点设好，掐头掐尾，就是所以现在 NG 可能摄影记者。念记者较袂甲你买啊，因为反正迄加掉就好就简单，加掉就简单，试的就好啊。电脑字节就好啊。对，较早两台的说来说去，对，说来说去，我捌看过，我虽然没看过。对，较早那念就会气，会生气安尼。对，所以当时就是一个新闻稿2分钟的新闻，然后花了2个小时在练习。你讲2分钟的新闻，对，你要报2分钟的新闻，开2点钟。对。在练在录，然后摄影记者前辈就很生气，你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压力最大的嘞。对啊，然后一边录一边哭，你过袂使迄个考的声造出来的吗？那时候又刚毕业，很年轻，刚出社会，菜鸟啊嘿，安尼个台语个足困难的安尼，宜兰新闻我爱报台语，我台语爱甲你过音安尼，我一直考把塞背安尼背，又开始。继续录嘿，就是后来就是都差不多伫宜兰新闻做1年，我要2年，有一个机会就起来台北走新闻安尼。迄当阵第一间电视台是伫八大，八大刚刚有3节新闻，迄当阵。伊嘛不是24小时的新闻台，对，那伊嘛无台语新闻，对，迄当中刚刚人生重担放下了，较轻松啊，对，因为是华语嘛，所以迄当中开始注重找新闻的代志安尼，后来去东森新闻，东森嘛是无台语新闻，那时候是人生重担也持续放下，然后继续专心的在跑新闻，后来民视，民视都有啊，这个人生重担又重新扛起来，民视都有台语新闻啊，然后迄当阵阮的长官都有一个中官都有一个规定，讲若是要报这个华语新闻，一定会当报台语新闻，才会当报华语新闻。有这个规定，他那时候设下这样一个门槛，其实也是要鼓励大家去学台语。迄当阵民视嘛。台语配音员，我们都称呼他台语老师，台语老师买定期甲大家上台语课安尼，我就看到一阵记者呢，早新闻记者开始台语安尼，台语就开始报台语新闻啦。迄当阵嘛是，我会记得迄当阵民视有早起7点的台语新闻，我嘛是透早4点外5点。因为天还未光，你就开始。天还未光就到公司啊，对。3点就会惊醒，给他一要报台语，晚上半夜就睡不着，很怕睡过头，就没有去练习。其实那个压力起来就大。你现在当初是想要跳到民视去，当时我相信咱讲跳槽薪水反正是有台语较好一寡，是。但是你一定是事先就知影讲。这个台语会变成迄量会变足大诶，是啊，你有本来就有迄个暗算，讲我要去甲挑战看觅吼。本来是无这个暗算，无想遐济，就是纯粹是就是有这个机会啊，就过啊，薪水嘛袂歹，都过去啊。是后来中广有设一个门槛，就是讲一定爱报台语，现在知影见那个就上了贼船啊，没有啦，感谢长官的栽培。对，然后就开始练感觉现在要遮忝，因为真正是这天还没亮，你就已经在上班了，对，那个感觉就稀微耶，就觉得很辛苦啦，很想要放弃。然后阮阿公有咧看台语新闻，伊上喜欢的主播都是华视的林玉丁，是吗？玉珍姐，我知影，伊搭敢若嘛还伫，嘿，玉珍姐还有伫报新闻。我阿公讲，像这吼，恁少年人伫咧报台语新闻，我拢听无。当然，这个华视这个吼，我拢听有，伊拢叫我乡亲啊。伊讲，我阿公讲，伊的台语新闻吼，较口语化，念较慢。伊这个艺术是翻艺术，毋是直接翻的。因为有的台语新闻是直接安尼翻，伊拢听无。伊这就是玉珍姐叫这个艺术来翻，所以上介意这个主播，伊叫我去学这个主播。我因为我迄当阵是兼任主播嘛，我报新闻时间，通我休困的时间报新闻，都拢是拜六礼拜。我拢拜六礼拜拢嘛时间可能嘛无固定，所以我逐礼拜拢会
传简讯给我阿公，讲嘿，我今日报几点啊？今日报几点？你爱看嘿？你电视爱看？我阿公拢有看伊华语甲台语拢有看咧。啊，伊嘛看我报台语。看孙爹讲话嘛，毋是认真咧看。我因若华语听无，照你讲就是只是看因孙伫电视台讲话就欢喜啊。对。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讲说，你报的台语像我拢听无咧。然后当时就是会很想放弃，但是后来发现阿公就是都很认真在看我的台语新闻，然后而且他为台语新闻怎样就这代志，这我伫 FB 嘛有写，就是怎样这美国发生什么代志啊，怎样美国的总统叫报喜啊，吼，我怎样有一种用动车戏，对，素食业者还知道有一个麦当劳啊，直接翻，对，他就知道世界各国是他明明就是在一个宜兰小小的地方，然后他之前的工作是在台铁当盗版工，一个基层的盗版工，然后他的学历是国小而已，然后日语比国语更加会讲，要不过伊说知影全世界伫发生的代志，这拢是台语新闻予伊的，所以我感觉其实台语新闻最重要的，有足侪老大人透过台语新闻去熟悉全世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老人家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被骗啊，或者是有时候是他的那个知识性不够，所以他透过看台语新闻，他跟世界接轨，然后他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性，然后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他在做生活上很多事情他会更顺更便利，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要跟老人家沟通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他比较能够与时俱进，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台语新闻是最重要的，不然是想要放弃啊，想要甲中国讲我袂报台语新闻，钱就歹赚诶。要毋过就是阿公甲我讲，伊拢有看我的台语新闻安尼，伊个报这个华视的这个主播就赞，伊叫我甲好好学安尼。对啊，阮阿公伫咧前几年破病过身啊，对啊，我进前是兼任主播，今他哩报新闻，就是跟他拜六礼拜有咧报。啊，后来我休困5年，伫咧做妈妈，那么拢无报新闻。啊，即马转来，即马囝新闻开台，然后来囝新闻做专任主播，即马有伫报新闻啊。要毋过就是阿公已经看袂着啊。所以有一部分嘛是因为阿公的关系，对啊。对啊，就是一个鼓励，因为。无这只点，不要那坚持咯啦。像我要来上你的 podcast， 你讲我全台语，我就足紧张的。你讲我准备，我甲你的提纲拢影印下来，准备写小抄这样。我就跟你讲，我全台语无惊啊，你就是我甘陪你随去的。其实，开始我当初是拄开始注意到新闻主播，就是因为我有看到这篇文章，我讲啊。对我，因为像我家己细汉出来有阿祖无伫了，我定定嘛想讲我当然伫做啥物代志时阵，真希望伊会使看到。这件代志对我来讲是定定想到这件代志，所以看到你伫写这物件，我会有共感，就是我会使同感这件代志，讲我会使理解，因为对比如像你讲的，你反正台语已经囥一段时间无伫使用，无伫迄落，你要重新甲捡倒来，其实是足忝的代志。尤其你是伫电视机头前，你报新闻互大家听，这毋是你平常时开讲就好啊。所以迄个压力其实足大啊，有法度挡会牢即款的压力，我相信厝内人的鼓励是足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讲，我迄时嘛真受到感动啦。迄个时阵我家己有做活动嘛，伫节目内底我嘛真正嘛选团课，都特别邀请想讲想要找你来开讲吼，甲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咱讲心路历程，你过程吼，你的想法安尼。当然迄时阵就客气啦，你都讲歹势甲大家分享，但是有来嘛就因为你讲爱讲台语啊。迄场是较严格一说，要求所有人拢爱讲台语安尼吼。但是就是希望讲，迄阵是希望你会使来甲大家讨论开讲一下，啊嘛真感谢，佮迄工确实有专工走来斗相挺斗支持安尼，互大家会使互动啊，会使开讲，熟悉无共款领迄个人啊，吼，知影讲大家咧做啥物代志台语伫无共的所在运用是啥物，所以我讲真欢喜，啊嘛伫想讲趁这个机会嘛，想要找你来。开讲一下，当然我隔一段时间甲找你，想讲第一嘛惊你无用，第二嘛想讲我惊你需要时间去调息一下，准备一下，所以就想讲咱有一个时间，互你莫一直拢是台语的代志较济安尼。
所以有拖一撮时间搁另外搁找你。其实你家己伫做新闻台语主播，因为你除了讲有一寡鼓励啦，有一寡这动力动机以外，你会家己感觉讲，我伫报台语做主播报台语这件代志，有啥物款的甲人无共款的优势无？优势哦，就是我生了较水啊，现在较无啦，我讲这是免讲的，那其他大雾没有啦，没关系，咱难免也合照，咱难免做翕相，然后不能修图这样，还不修图啊？这种就是讲，应该讲，因为我相信要报台语新闻，毋是讲干那你台语好就好，其实有真侪需要做，像咱拄仔讲的这个新闻的专业，这是基础，相信所有的主播嘛，拢必须要这款专业。但除此以外，像你家己个人的一寡特质啦，你的个性啦，或者是啥，你认为有啥物所在是你做这个，其实对你来讲有一定程度的负担的工课，但是你愿意继续做，而且你认为这是有一个优势伫咧。你头拄讲到我的个性，其实你提这个问题的时阵，我无想到这点。头拄你讲到我的个性，其实我是一个就反骨的人。别人说我怎么样，我就不想怎样。这样子，自细汉到大汉拢安尼。较倔强。我迄当阵拄到寄新闻，有足侪主播有晨间新闻主播啦，午间新闻主播，晚间新闻主播啦，台语新闻主播。都有人跟我讲，台语新闻主播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怂啦。那时候主播们在定妆的时候，对。迄当阵我听到伊讲台语主播都是怂，迄当阵我是笑笑的。但是我醒来，你跟什么话拢没出来，错跟辣椒出来。但是我醒来就倔强，我讲毋是。同样一个新闻，为什么用台语讲都是怂呢？为什么同款一条新闻用华语讲就有气质，用英语讲就 international 咧？为什么呢？为什么用台语报新闻都是怂？那有这种认知？这些都是不对的刻板印象。不对。台语是咱的母语，亲像是原住民语、客语，拢是咱的母语，因是足水的语言。是咱的母亲，是咱的土地。是生养我们的养分，他怎么会是怂呢？怎么会觉得英语就美妙呢？台语怎么会怂呢？所以我想就是打破大家的刻板印象，台语不是怂的，台语它一样可以接轨全世界，台语它一样可以报艺术，台语它一样可以报艺文新闻，台语它一样有国际观，它一样可以报财经新闻，它一样可以报很深的新闻专题。台语新闻不是敢若只有地方的高手，不是敢若只有地方的新闻水沟塌掉的，不都会饮水安尼。台语新闻嘛是会当报道歉工作指数啊，嘛是会当报通货膨胀啊，嘛是会当来关心乌克兰战争这台海局势，嘛是会当来知影这个全世界，咱台湾伫咧全世界。美国甲中国即个伫咧因两个大国伫咧相争的时阵，咱台湾伫咧这印太地区是扮演啥物重要的角色？咱台语嘛是袂当透过台语知影足侪代志啊。嘛是知影美国马今日要飞较大。讲听嘛，是啊，就是为什么咧讲咱台语就怂的呢？为什么讲台语的人都怂？都是8+9。为什么台语主播白白拢是主播呢？一摆。嘛无比人佫较差啊！为什么都要讲我台语主播是怂的？为什么咧？为什么台语主播都袂当穿红色的？因为感觉红色怂咧。这都是一种歧视。是，这不只是语言歧视，这个也是一种种族歧视。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觉得这样的歧视都是在国民党威权时代遗留下来的毒物。所以我感觉就欢喜是讲，即马政府有注重到。就是母语的这个母语教育甲传承这个代志，国家语言发展法啊，等等这款的物件有伫推测啊。是，像阮寄新闻有一个单元叫做台语听有无？然后特别邀请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副教授何信汉阿信老师，少年人拢足介意的。何老师跟我就是有同样一个想法，就是何老师他自己本身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朴素，所以伊嘛样讲俄语、英语。伊是罗西亚迄边的对吧？是遐读册，是遐读册哦，朴素，他是俄罗斯科学院的文学博士。对，他跟我有一样的想法，为什么讲台语就是怂呢？为什么讲台语就是8+9呢？讲台语只能够播果树新闻吗？都一啊，个迄个文旦蝶大出嘿，迄个消息，今仔日个红叶，对啊，像讲台语新闻，早敢若会当报这台台新闻嘛，会当报苹果的手机啊，杯手机啊，iPhone 出什么新的手机啊，啊个。So Pro， 但这台语要安怎翻啊？就是我甲何老师都有同款的理念，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接近年轻人、接近新世代，所谓的很潮、超潮的台语新闻。台语新闻新的物件，会当看全世界，嘛会当看即摆少年人伫注重的代志。有当时少年人无讲台语，和你讲台语，也是讲少年人无爱看台语新闻，是因为台语新闻的局限性太强了。是。它太局限在台语的受众，其实台语的受众它可以很多元，所以我们那是有看咱的台语新闻，你都会发现，咱台语新闻除了这个阿信老师，除了会讲传统的风俗的物件，像就是即马规划嘛，伊会讲唱歌，咱宜兰头城的唱歌，一寡民俗活动，伊嘛会讲青牛马生，青牛马生有什么代志的由来是啥？要么讲伊嘛会讲新的物件，像像伊即礼拜就讲杯手机啊，这个杯啊安怎来翻？为啥要翻杯？为什么要讲杯？啊，这杯这个词吼，伫咧台语有什么意思？就是讲伊有新的物件嘛，有旧的物件。毋是讲咱都爱放掉这年岁较大的这个阿公阿嬷这个族群无，就是讲爱往下扎根啊，少年人的这个族群嘛爱做伙透过台语新闻来知影这全世界的代志啦。我听起来较像是讲，因为你认为讲这个物件，伊其实是有现代性，伊其实是语言本身是有伊的现代性是咱人踏出来的，是无伫使用甲有伫使用。到底伊会变成什么款？所以今日当大家咧讲报新闻报台语的，就是较无遐时行吼，无遐主流，甚至讲较歹听、较怂、较啥，我都要做互你看。迄款过程是无认输啦，简单讲就是毋肯认输的迄款过程是，嘛是你认为讲你伫做即道时阵做即个台语主播的一个，会使讲是一款优势，就是你必须要坚持落去的迄款感觉就对。所以你甘愿为着安尼提早3点钟去公司，你提早3点钟，你其实无可能3点钟前较精神，对啊，拢6点化妆一个，爱创啥一个，后精神，搁处理一下物件，可能过6点钟去啊，所以。甘愿忍受即款的辛苦，就是无要认输的迄款感觉。我想这大概啊，反正是确实是一款甲人无共款的优势，因为这毋是遐简单。讲起来，我大家拢困到时间大，我才会清醒。我脑前爱熄过落去，你知？我上尾1分钟，我嘛毋知我会坚持到什么时阵。但是我感觉确实最厉害，讲实在是非常互人佩服啦，使人佩服，因为。无遐简单，你要坚持落，其实讲实在无遐简单。因为我家己就是我莫迟到，我都已经这袂使互中国听到，就袂使互听到，就是确实是，这有我讲这毋是遐好做甲到的代志。你若无一个气伫咧吼，无一个，比如讲你的坚持，就是因为鼓励还鼓励，但是。无认输迄个气其实嘛是最重要的，才有迄个动力继续去行落吼。我感觉这嘛是最无简单的一件代志。但我注意到你报新闻的时阵，因为像你当讲你自我介绍时，讲到你家己的名，其实你会调讲讲黄小纯，对无？吼，你毋是讲，因为你一般若姓黄，咱会讲姓黄，是。但是这个所在你用黄小纯，那定日听阿直来开讲频道的听友应该会知影。就是黄这字伫咧宜兰腔内底念做黄嘛，是啊，谁来调讲伫咧即个时阵来用即个宜兰腔来念你家己的姓？因为对我来讲，头拄我讲嘛，对我来讲，那台语伊不只是一种语言啦，伊是我的母语嘛，有足深的情感连接伫咧内底。有我的阿公、我的阿嬷、我的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滋养我长大的那个土地，所以我想要用阮宜兰腔来念我家己的名。我是代表讲我是宜兰查某囝，所以我来讲黄小纯。要么讲伫咧报新闻的时阵，尽量还是以优势强为主啊。除了我念我家己的名，我会讲黄小纯，啊，其他人讲黄色、黄啥、黄啥。要么讲有当时啊，也是
不小心会讲造出来，对对对，宜兰才会跑出来，像那是开放，咱宜兰人是拢讲开门。门就一定会造出来。对，门啊，人讲门，还是公园，人讲公园。无毋对啊，公园呀，我定定去公园行行。公园啊，拢啥？伤灰啊，无小心会开始会造出来。像我嘛有甲亚特捌开讲过，就是我是读大学才知影，原来只有宜兰人会讲不离不离，这不离也好食咧。不离啊，对，不离不离。然后朋友讲来拄开始用听无伫讲啥。对，我想讲跟不离啥。不理啥？像咱嘛定定，我之前伫 Facebook 顶悬有分享过，像讲咱会讲，若寒天穿啊伤高，咱讲穿啊足暴露，我毋知你有听过无？无咧。就是细汉的时阵，老岁人就讲穿啊遐暴露安尼圆滚滚、圆连圈安尼。嘿，我较早嘛一直想讲暴露是逐个拢知影，搁尾外地朋友来听着暴露，毋知是啥，我才知影讲啊。原来是敢若款有，甲我有去查过字典啊。今日我拄好早起伫接受访问时，嘛有提起过即件代志。我去查过字典，其实确实伫咧差不多我要100年前都有啊。这是较我讲腔的讲法因为既然即个人口组成的关系，所以交通早期嘛无较方便，所以保留较侪咱过去的一寡话语落来包含着即个哺乳就是啊。还有洗粪书，洗粪书，像咱宜兰才会讲洗粪书，是，我嘛毋知诶。听讲有少数所在南投敢若嘛有一书啊，还有倒位我袂记了。其实这嘛是甲讲腔较有关系，粪书。当然目前那以教育部的写法伊共款是写身躯身躯，只是讲，只是无共款的念法。毋过这个部分我家己有我家己的，因为你使用粪书这个词，我自细汉到大汉伫使用，对我来讲，甲身躯小可有无共款的所在，我伫使用时有无共款的情景，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保持这个保留的态度，是毋是共款的字，我其实是有一寡怀疑。毋过目前当然是以逐个方便，反正分数嘛是阮伫讲尔，所以对其他所在人无差嘛，就是你就是介意安怎想，你就安怎想。我是讲，咱就是开放的一个心态，安尼互逐个会使先接受。先了解先接触到这个物件，你讲有兴趣有愿意去继续学，再来讲其他我讲拢还佫无要紧。嘿，咱时间甲遮先互这主播休困一下，咱南面甲佫转来。好，咱就来继续开始。好，咱就转来咱拄则即个头前半段是咱伫讲即个主播本身就是咱温小顺主播本身的一寡包含你的经历啦，或者是你伫做台语主播时阵的一寡想法还是你的看法呢？那咱甲即个想法目前过来看讲你做台语主播了后。这就是你做这个工作了后，因为你一定会接触到更较侪台语推广的代志，像刚刚讲何信恒老师的这个老师的单元啊，你甲伊有直接，你可能甲陈顺聪先生嘛有直接，甲真侪无共款伫推测台文的人，拢会有产生一寡关联嘛。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家己伫观察台语伫咧讲，不管是讲复兴啊，或者是对咱有私底下开讲有讲到兴之字。就是宜兰腔会讲兴，其他大部分所在讲兴，来复兴啊，还是推展啊？你认为甲过去几年比起来，你有观察到什么款的变化无？有，较早台语像咱台语新闻，较早拢是报一寡，头拄我有讲高手的新闻啊，渔业新闻，海上的风影上大上大车。稀有主义就是之类的，对。但是我有发觉讲即马伫咧讲台语，尤其是伫咧网络顶管一寡社交平台，少年人伫咧经营甲台语相关的网站是愈来愈侪啊。是。我嘛就欢喜顶摆这亚特有邀请我来参加一寡 podcast 的聚会，拢是做台语相关的。虽然讲因为迄当中有规定讲要转台语，所以就文静的，也毋过我那种。就真少听大家伫讲话，我感觉足好诶，因为听到有心理师方面啊，甚至有多元性别我感觉这就赞诶，多元性别非常的重要。性别平权诶，对，这是人权性，就是平权很重要的一点。这近前我伫我 FB 嘛写一篇文章，嘛有听到做音乐的啦，就这，我就感觉这就是我心目当中
台语的乌托邦，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台语它就是不设限，什么都可以谈。我们愈来愈多少年人哦，伫接受台语，伫发展台语的物件，甚至还有台语的文创。我感觉这最好的，就是这应该就是跟咱政府伫推广本土语言有关系，因为已经20几年啊。是。我有之前我要做新闻专题，检讨这本土教育，所以我有去看国小的课本。我发现我拢看无，就是台路拼音甲台语文，因为我迄当阵无伫学这个物件。是。对，我就感觉其实这也是有，虽然讲成效对一寡。有一寡协会、一寡学者伫评估讲，这成效也是无够，因为伊这无列做必修嘛，甚至一礼拜一节无够，要求讲应该爱2节、3节，爱列做必修，爱考试，可能这较有人会去学。要毋过我讲，其实伊也是有一寡成效，因为像大学嘛有成立台语文系。是。其实这个语言吼，你若要好，搁较侪人讲，你就是爱增加伊。钱的部分，什么钱的部分，就是就业。上系的部分都是这个物件嘛。对，你必须要有台语相关的工作，像市场有第一步。对，你要有市场。对，比如说像台语新闻就是，为了报这台语新闻，你都要找人讲台语的主播，人讲台语的记者、写稿，安尼，这就是一个路，所以。像今嘛有什么台语的节目啦，像公视台语台就很好，全台语的，有台语的戏剧啦，台语的新闻啊，台语的节目，台语的政论什么都有，这就非常的棒，它就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然后像是大学有成立台语文系，这也很棒啊。大家可能考中文系考不上去考啊，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大误。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台语文系，然后也让年轻人有一个正规学台语的管道，可以学到很深的台语。虽然讲我本人是袂晓台路拼音甲台语文，也毋过我是就赞成这个代志，这是一定爱做。我知影今嘛有就侪家长伫咧批评这个代志，讲因看无，人袂晓教囡仔。也毋过你看无，是因为你无学啊。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我有一个5岁囡仔，对我来讲，看英语比看台语更加简单。因为我本身我是读世新新闻系国际传播组的，所以我迄当中较注重新闻英文的训练。所以对我来讲是看英语较简单。我讲看啦，但是听当然是台语较听有。看这个字。但是有即个家长有伫反对这件代志，是因为因看无。但是你看无，不代表讲囡仔看无。其实小孩子他学语言是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像我先生是客家人，我们家真的是台湾多元族群融合一个最好的表征。我现在是客家人啊，我这边是讲台语的。我儿子是念双语学校，因为今嘛幼稚园拢是英语较济。阮后生伫幼稚园，逐工拢会学那种美语绘画课，老师拢全英文教学。所以伊有英语名，伊嘛会讲英语。要毋过伊踮厝诶，虽然讲主要语言是华语，要毋过我嘛会甲伊讲台语。伊若转去伊阿公阿嬷遐，阿公阿嬷会甲伊讲客语。这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伊拢我都用，我都讲。可以，小孩子很厉害。对，囡仔开始就厉害。他学语言很厉害，像有一些客语的发音，我有点抓不住。对，像他在讲那个什么阿公阿婆，我发的很不标准，这就是客语的阿公阿嬷、阿公阿婆，这个音我一直发的不标准，但是他一下就抓住，就 get 到那个发音的位置。我感觉囡仔其实学语言就厉害，就是不要小看小孩子的能力。无时候去烦恼囡仔，讲啊，我这侪款，大概给我一款。什么课业压力太大啊？什么？主要是你要创造升学管道跟就业机会，这是很重要。你有升学管道，你有台语文系，然后你念台语文系，你出来毕业，你有工作可以做，家长自然就不会反对孩子去学这个东西，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有一寡家庭可能反对讲，囡仔狗这要创啥？学了人讲台语出来，然后讲台语出来要创啥？不如学英语，不如学财经，会当去查购啊，啥那？这不如学医做医生，靠有出团呐。这就是台语，你没有创造一个他未来的，就很现实钱的问题。你要创造他未来更多元的可能性。但我觉得最近政府在这方面是做得蛮好，包括教育方面都有在向下扎根，然后还有开拓更多的台语的新闻的市场，像公视台语台也是创造了很多很好的节目，很优质的节目。那我们镜新闻也是有承诺 NCC， 就是每天会有2个小时的台语新闻，这些都是提供给就是给人讲台语的人比来一个最好的管道，找头路的管道安尼。所以这想要讲语言一定要有这个文字，因为文字会当典藏。你语言
用讲的口耳相传，你若无透过文字，把这个语言点总保存下来，这个语言真紧就会消失。所以联合国才会列为台语是濒危的语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你有文字，你就可以把这个语言写到书里面，然后典藏下来，它才可以长长久久这样传下去。那可能因为这个本土语言的教育敢若20万年，可能30年、40年以后，这成果就完全无共款。因为咱即摆20万年已经慢慢看到一寡成果，就是有一寡少年人，因拢足够讲台语的，亲像咱优秀的亚特，较厉害，个人用台语的 podcast。我伫咧社交平台，我即摆嘛因为参加 podcast 的组会，我看到社交平台，哇，就是少年人就有创意的，有台语的文创商品，就厉害，所以。这也是实现我就是对于台语是多元不设限的一个梦想，一个理想，都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我觉得蛮感动，我就刚才就感动。所以你有问一个问题，你也未问到，乐观还是悲观？对，你要跳下紧啊！跳下紧。因为其实我无一定讲完全照咱的这个台讲去念啦，主要就是嘛是去了解。我定讲啥人我平常会做聊天来开讲，就是希望讲透过开讲的方式。所以，比如讲你提出你的想法，像你讲的这个产业的部分，其实那就我来讲，我可能就较袂去想到这个物件。但是我确实会使感受到，你讲的时候，我确实会使想到讲确实阮过去观察会使发现，产业是上大的问题。你要安怎互人有这个动力？是安怎教英语，世界拢伫教英语，讲较歹听，就是咱认为伊有钱趁。是。那为教、甲学、甲用这个语言来做工课，拢是产业的一部分所以，确实政府伫咧国家语言发展法，甚至国较早就开始伫推动咱的本土语言、本土教育。因为讲实在，我毋知伊到底推动偌久啊。但就你怎讲起来讲，其实等于讲，咱的第一阶段，大概会使看到一寡成效，反射一寡较少年的人，除了老岁人以外，其实少年人开始有一寡会去注重这个物件，开始用伊家己的方式去推广。当然，因为时代有时代，咱讲美感每一个人对时代美感的感受嘛无共款，所以伊有真侪无共款发展的方式，嘛看会到讲像咱顶届你讲来参加这个 podcast 的组会，会使发现讲，虽然咱毋是所有的 podcast 拢是讲台语的，但是因愿意去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因希望用台语来表达因的想法，还是来学台语来讲台语这个环境，因为确实伫台北可能你有法度拄着较无遐济所以因会专工走来参加这个活动。当然咱就会使知影讲不同领域的人，伊做无共款的主题、无共款的物件，有法度用台语来表达的时阵，就知影讲其实语言本身无受到这个限制，讲这个语言就敢若会使表达啥物，敢若会使讲规矩，敢若会使讲拜拜，敢若会使讲方言外大，毋是安尼。但是伊必须要被使用，也互有人去使用，伊才会发展出新的物件。那语言会死袂死，其实就是靠这个物件嘛。伊有一直伫产生新的词，产生新的用法，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思维、新的思考方式，伊才是会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因为我相信100多年来。比如讲以台积大书店来讲，我定定有当时会参考台积大书店。过去日本人因为伫做记录时，开始做到真顶真，甚至无共所在一寡腔口伊嘛做记录所以你看因的这书店足趣味的，我就讲知影讲过去的人是安那讲话。有一寡物件确实伊会慢慢消失，因为当然现代都无伫使用，甚至嘛无符合现代的观念。但同时嘛有一寡物件是咱为这个旧的词重新意义，甲过去无共款啦，但是咱重新互伊一个新的意义，伊符合咱即马现代生活的使用。但这个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语言共款一直伫甲咱讲人体这个新陈代谢的代谢安尼，你有旧的老的可能打用袂着但是你嘛有新的物件会生出来，安尼语言都有活落去的机会。我拄则听起来，感觉讲你的观察是，因为讲开始会使看到即款的即个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即款的方式，所以才会引导着讲你家己认为讲这是对未来来讲是较悲观，或者是较乐观。因为这当然甲像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家己有囡仔来讲，你看待囡仔的教育，囡仔到底，譬如讲伊到底爱学台语无，还是？伊真正学会晓台语无？其实我相信是家长，尤其若是有伫注重语言，尤其母语的这家长的想法来讲，一定会去观察到这件代志就是讲咱的下一代，因为咱会知影讲即
爸母的即个问题，有当时是阿公阿嬷伫带囡仔，吼，后爸老母拢爱伫外口食头路，真无用，这拢会使理解。但是这个囡仔你发现讲，最后毋是囡仔学会晓台语，是阿公阿嬷学会晓华语啊！真的，最后变成你大家拢听孙秀孙，对对，你要吃乖乖嘛，你要吃乖乖嘛。对对对，啊，但是这一定是有问题嘛，因为中迄代就是老爸老母迄代已经是小可无啥会晓讲，啊，若到下一代就搁较敢若会晓听啦，搁较下一代就是连听都袂晓，一定是安尼。所以到底伊是会，你认为讲伊会愈来愈发展甲愈来愈好吼？即个语言的生命会愈来愈勇敢，还是讲伊早晚爱面对即个问题，就是愈来愈消失？你家己安怎看？就是你安尼，你讲了你认为是较，你家己认为是在你来讲，咱用较粗的讲法，就讲你认为是较乐观，还是较悲观呢？对即个语言的发展，但以即个台语来讲就好。其实我是乐观的啦，要毋过就是像你头拄仔讲的，要新陈代谢、与时俱进很重要。就是有一寡较旧的观念。无适合即马即个时代，即个物件，即个词可能都会慢慢消失。要毋过会出现就这新的词，像是渣男，有没有劈腿？这较早无人伫讲这。渣男，阮即马新闻我甲配音员有讨论吼，渣男咱都统一翻做菜花芳。但是感觉又没有 get 到那个。对，因为可能伊无一定伫外口安那。因为不一定是世界风骚，蔡慧邦其实讲也世界风骚嘛。有的渣男很专一，只是他对待那一个人很渣，甚至也家暴，那嘛是一款渣男。对渣男的定义可能也是较宽一寡。所以这些都可以在讨论的词。对，渣男像劈腿，劈腿的话，像我伫咧新闻，我都会翻走。若是有结婚的，我都会翻走。伫咧外口有别的查某，若是无结婚的，我都会讲女朋友就侪。我是用意义的方式，不会真的是翻劈腿。咱伫翻译时阵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用法嘛，但是讲当然讲囡仔的部分，确实，我毋知你家己对家己的囡仔，像你讲伊可能等甲阿公阿嬷遐，伊会使讲即个客语吼，会使我毋知伊是会晓讲，还是讲听有。伊即马是简单的词，听有啊，若叫人会晓讲用客语叫人安尼，啊简单的词听有安尼。伊伫学这个语言，等于讲对伊来讲，其实母语足侪款的，华语、台语、客语拢是。其实伊足自然的，伊免考试，拢足自然的安尼甲讲安尼。其实伊嘛无分遮济，无分讲这是客语，这是台语，这是国语。伊只是有当时啊，可能爸爸妈妈伫讲啥物话，我互伊知影，我常常讲台语，就问讲你讲啥，句伊就会听有，就是自然而然的。你会希望讲伊真正学会晓台语无？因为囡仔时代目前无真正看会出来嘛，就像你家己经验细汉，你嘛晓讲台语，但是伊有可能会转去。会有即个问题嘛？伊大汉了，伊一定会是爱搁去外口读册。那即个环境无一定有台语环境互伊，客语环境互伊。你会烦恼即个代志无？我是倾向自然派。我知道，在 FB 的这面册上高北台有一个社团，有一个爸爸妈妈真用心，但像是台语路这个社团，我就感觉因这爸爸妈妈家长拢真用心，我嘛采访过因，因真正是甲囡仔拢全台语，迄囡仔1岁2岁拢讲台语，讲了比我更加好，足厉害。像这种家长就配合的啦。要毋过我家己是自然就好，我甲我囡仔是自然就好，就是头拄仔咱讲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产业这方面，所以而且即摆嘛是幼稚园双语的，所谓的双语就是英语甲华语。是啊，伊即摆要读国小，我找补习班、课后辅导班嘛是拢找双语的，有英语。国小都爱读课后辅导。有，因为爸爸妈妈爱上班啊，国小安亲班，嘿啊，国小半工尔。所以我找的这个安亲班，其实嘛是双语的，有外籍老师都是讲英文。其实。可能有一寡台语魔人会攻击我。我你家己是台语主播，你家己逐工去推广台语，哪会互你的囡仔去读什么英语的安亲班，读什么英语的幼稚园？其实迄就是社会来讲，就是这种双语伊的选择较济，伊的环境较好。咱即满拢无台语的
无台语的幼儿园啊，无啊，嘛无台语的安亲班啊。我知影呾有一寡所在有伫推动，就是台语班吼，就是真正是正台语班，像敢若阿比总嘛是有即款阿米斯吼，就阿比总伊嘛有即个幼稚园是全部拢是讲母语的，讲因的族语的嘛有，但是确实这个数量讲实在真少啊。另外就是真现实的考量，就是老爸老母因伫考虑囡仔的教育的时阵，绝对毋是干那一个方面的考量吼。因考量我相信只要有做老爸老母的人，拢会一定有即个感受。你顾虑的物件真正足侪吼，所以包含厝的环境啦吼啊。学校到底离外远，迄种袂使对，送到屏东去，敢是办法。对，国小安亲班都找最近的，离家。对，有真侪爱考虑的代志，所以我感觉讲，在我家己的立场来讲啦，我伫做台语话故事单元时，我嘛一直拢伫甲大家讲，当然我真希望推广台语，就是大家拢会晓讲吼，至少你是台语母语的人会使会晓讲，但是我一直希望是更较多元而且有包容性的吼。咱过去华语已经是用一种独尊的方式吼，来要求所有语言袂使使用吼，来破坏所有语言。目前咱希望讲做的方式，若要推广其他的语言，会使有更较多元、更较侪无共款的方式。当然，我相信你家己伫厝内应该嘛是会尽量去互囡仔学习着台语去甲伊讲话。当然，伊离开家庭就是无即个环境嘛。或者就是较无法度，但是有一寡台语的应该是营队啦，啥物我毋知影吼，有真侪即款活动，我都是建议讲会使去参加看嘛，是较大汉一撮会使来听我的频道。会使。其实倒有真侪即个 podcast 是做互囡仔的吼，因为尤其疫情了吼，人家这个频道拢请个抓袂掉，因为老爸老母要起笑，就甲这个频道开咧，囡仔听。啊，其实有一寡就是有台语的，这都会使，尤其是专门为囡仔来讲的，所以内底有一啲事你都免烦恼，因为咱较袂讲到车口味伤重的渣男。咱都因为咱迄选第一个 podcast 组回来底嘛有讲到这个事嘛，吼，都用到较口味较重的事。是不能讲吗？会使啊，你要讲奥兰椒会使啊，还是你要用主播的这个腔口来讲这个事嘛，我嘛无意见。不行，袂当讲这。主要就是讲，因为咱希望囡仔学物件是先为基础的开始啦，吼，像这有一寡频道因像当下透中岛，吼，咱迄选咱嘛有拄着吼，因就三不五时嘛，有伫分享讲伊啥来做，有当时来做台语的这个内容。拢有伊的想法，所以这嘛拢是真好嘛，推荐互大家有机会，会使来去接触看卖吼。当然，这就会讲到讲，那你家己咧，就是囡仔，咱有，比如讲，咱都讲有囡仔的这电视，咱嘛有台语的卡通吼，卡通会使看这红仔册嘛有吼，咱嘛有这个咱都讲 podcast 嘛有。那大人来讲，你家己尤其做台语主播，你必须要有更较侪接触到台语，才有法度一直调整你迄个语感嘛。那你家己的管道是啥物？你的通道你用啥物款的方式来增强这台语的讲啊、听啦等等安尼？就是看友台台语新闻。较侪，因为新闻伫用的词，甲可能平常时戏剧伫播戏剧讲的，咱日常生活讲的这个词有淡薄仔无共款。是。所以我拢会看友台的新闻较侪，嘛是学讲看人安怎翻啊。你确定因讲的是无毋对？所以其实每一代拢有每一代无共款的讲法。因为我记一个咧，参像是即马疫情的新闻足侪。匡列。我有看到足侪代直接翻可列，也毋过我无要安尼翻。我除非是无时间啦，我才讲可列。其实我拢讲列管起来做检验，甲病人列管起来做检验。像确诊，大概我们看友台拢会翻较紧。也毋过我嘛是会讲较紧，但是我喊你讲，我平常时拢会讲，确定为着肺炎，确定为着病，安尼。所以就是你一直会跟你阿公讲爱听有，爱互伊听有。对。所以就是那对因就确实必须要有更较白话一撮的方式，互因去了解。因为一个词当然你要照翻啊，伊比如讲来阮来听，绝对无问题。因为阮可能各种语言拢会使接受，所以你直接讲台语对翻吼，尤其是特殊的一寡名词，当
较早都无即个物件，是要对反当然是无问题，但是确实若要互即较有岁的人要有法度听，有就像你讲顾虑着阿公的想法的时阵，这确实是一个，反正这嘛影响到你家己伫报新闻的风格嘛。对啊，像 G7 咱少年人 G7 就知影咧讲啥，但是我都会讲七大工业国。是，对啊，就必须要有其他的表达的方式。我感觉这嘛是较趣味的所在。所以目前都是以新闻台、台语新闻去做参考。比如讲像你拄仔讲。真侪新闻台因的讲法可能会因为新闻习惯的关系，一寡关系你的用的词较毋是遐口语，一般人可能，尤其小可有岁的人，可能较无法度了解。那即个部分你要哪去甲补充？就比如讲，你知影即个物件，但是你家己的语感嘛，有法度去甲翻译，用白话去翻嘛，毋是讲你要翻就随翻的过来。我真侪词会拄着即个问题。你其他除了新闻台以外，还有其他啥物款的方式无？其实就是线上字典，教育部迄个线上字典，我逐工拢会使用，非常的频繁，逐工拢会用，因为迄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有声有发音对。对，我觉得有声音很重要。他都亚特有甲我介绍一个绘本，就是讲迄是有声绘本，我都甲亚特讲这个若是绘本哦，有声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爱先听有。若是看字，可能台文就侪人看无。迄教育部迄个字典有一个好处，伊除了有台文、有台语拼音，还有造句，还有声音，可以点那个小喇叭就会声音。我感觉这最重要，而且伊迄就搞很较好吹啦，因为你输入华语，它就会跑出台语。当然，它可能那个搜寻引擎没那么强，有时候你还是要透过 Google 去找，对，它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样查找上来讲，对我来讲算是蛮简单，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台文界的人常常在用的刷电的字典，我刚刚开始就困难了，因为他要输入台语文，它才会出现台文汉字或者是拼音，白话字或者是台语。对，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个？我都会用啊，我大概有7-8款，我有当时拿做资料参考时嘛会用。那种我就比较不会搜寻，然后如果是像这种台语入门者，我觉得像教育部这类刷电的字典，我感觉就好用。因为有对应华语的部分，通啊参考安尼。而且我有发现，讲伊的内容有愈来愈丰富，有愈来愈侪新的词伫内底，种惊艳、惊喜安尼。我觉得新闻的词伫内底。你会想要去甲台文学起来无？因为我感觉讲你其实有即个需求的感觉，比如讲你处理稿因为稿咱头前开始有要讲到就是即个言文一致，这应该是咱录音之前有讨论到即个物件，就是我看到啥我都念到啥，这就是台文嘛，就像咱看华语看到什么字咱都念什么字的这种想的。台语其实嘛做会到，我家己写稿，我若像咱访问我就是敢若互你代讲尔，但是我若家己伫录音的时阵，伫讲故事的时阵，我一篇大概有3000至5000字。但是全部是全台文，因为我才知影我要讲啥嘛。有当然可能我即个所在我调工要讲一句倒句，或者是我有一寡特别的讲法、特别的加字、特别爱注意的发音。我若无安尼写，我用华语去写，我赶快使用华语写，但写了你可能会袂记你即个所在，我爱特别注意啥物。你有即个想法无？想讲甲台文捡起来学？有啊，所以我即摆是用自学的方式豆啊伫学，像是戴顺聪老师伊有一本册叫做《台语心会开》，顺聪老师要给我那个500元的广告费。我发布的时阵会特别甲标注起来。他这本册就最好的，伊针对入门者去写的。他从日常生活切入，记就一个平常时咱生活当中可能拄到的词这词个引申，个上面讲法，你这样各地这个腔口不同的腔口是怎么讲的？这样。讲到这我甲你考试一个，你作为一个宜兰人，是，宜兰的有一款水果，敢算水果？水果甲青菜拢准算啦，就是即个番茄大粒细粒无共款，有诶做青菜嘛，有诶做水果毋管。即个番茄，宜兰人诶讲法较特别一丝啊。是吗？嘿，我拢讲 tomato 咧。你拢讲 tomato？ 宜兰人讲啥？宜兰人拢讲卡马豆。卡马豆捌听过。但是这就是宜兰北部少数所在嘛有但主要是宜兰伫使用诶。这其他所在，其他主要像臭起仔意的臭起仔，因为看起来起仔佫酸酸安尼，酸酸安尼过来
像即个 tomato 啦吼柑仔蜜啦拢有嘿，但是臭鸡仔甲柑仔蜜我真正是细汉毋捌听过。柑仔蜜其实真济就是中南部咧讲南部较济若宜兰是讲卡马豆嘿，所以你若要去即个传统市场宜兰传统市场，你若要讲我买柑仔蜜，你可能想讲你伫讲啥柑仔蜜我真正是这确实是毋捌听过。中南部的使用所以无共所在用法无共款我今日早起嘛伫甲即个访问的时阵，人伫访问的时阵嘛咧讲到姑姑我迄是宜兰人才会用的吗？是我毋知咧我细汉有咧讲咧对无真的吗？无别个所在拢安怎讲？我伫其他所在目前无听过嘛有真济网络顶悬你嘛会使小查者，就会看到讲逐个伫讨论讲宜兰特殊的用词，这嘛是其中一个。我是毋捌伫其他所在听过啦，凡说有，但是我想嘛是少数大部分拢是宜兰细汉我拢会安尼讲无其他的所在拢讲啥？咱敢若讲姑姑，逐个敢知影我伫讲啥？我知啊，逐个别人知影。宜兰人才知哦，宜兰人限定。囡仔人吼定定爱无穿裤底落数查甫囡仔吼都物件会走出来。阿公阿嬷我捌听伊讲，伊佫无穿裤底拍走，便所去便所放伫洗落姑姑底落数，要去什么阿里亚落去，就伊讲阿加去的意思啦。那别的地方怎么讲呢？其他所在我嘛真正无想过咧，鸟仔啦，可能一般会讲鸟仔。是吗？嘿，宜兰嘛会讲鸟啊，只是讲咱还有一个特殊的词，就是姑姑。嘿，鸟啊了落数，鸟走出来，鸟要飞去啊。今日是你甲我讲，我才知影，原来姑姑是咱宜兰人才会讲的。宜兰的特殊用法，就是姑姑我想，虽然我一直无讲是啥物物件，我想大家应该嘛知影啦。我已经讲个鸟啊，鸟啊都知，应该知影啦。当然，一般总是伫讲囡仔较济啦，姑姑听起来就古锥安尼。那亚特，你是怎么学台文跟台罗拼音？换我访问你的。顺便嘛，开始嘛有想讲甲大家分享一下。讲实在，我无特别去学。我拄开始是伫市场做放送的时阵，我有当下替大家做广播，讲今日有啥物件啦，或者是请咱的团长注意啥物吼，难免爱缴费创啥。我希望互大家了解我伫讲啥，所以我拄开始嘛，但是伫私底下开讲时讲的吼，就是有讲到讲我的即个我用词会特别互倒句啦、押韵啦，放一寡较好耍的词安尼。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你若无文言一致，咱一直讲文言一致，就是字看会到字，即个字就是念啥物是固定的，毋是你家己搁去翻的你毋是用华语搁去翻过的情形，你就必须要甲写出来啊。拄开始写想，这倒遐怪怪，遐倒遐怪，我即个字到底是安怎写，我毋知咧。一定会拄着即个问题，比如学路，学路，我拄开始就有即个困扰，想，我毋知要安怎写咧。我就开始会去查者，讲即个字原来是安怎写所以我就知影讲，我只要看这两字，我知影讲这叫做学路。安尼我就第一，因为我本来台语就已经会晓讲会晓听，所以我只要看到即个字，我知影讲即个字就是对学路这两字。但是迄有一个困难，亲像咱台语讲学路，要毋过你若是要打字甲打出来注音输入法的时候，这个时阵你这就很烦。第一是因为我毋是用注音，我毋是用注音因为我用的是我家己华语的平常时的即个拍字的方法是有虾米，无虾米，无虾米本来就是你看啥物字形，就拍出啥物字，所以我平常时其实我毋是，我若写台文，我大部分嘛毋是用台文来即个输入法，我直接用无虾米就会使拍。大部分的字难怪只有少数有一寡，因为汉字是安尼，我讲汉字是一个系统，无共款的语言甲摕来取用，像日语共款会使甲汉字摕来取用，是由日本汉字有一寡甲咱用的共款，有一寡甲咱用无共款。台语甲华语共款，咱共款摕即套系统来用，总是有一寡字是我独用的，我家己专用的可能伫华语内底无，伫日语内底无，嘛有真济是大家共用的拢是像汉字这两字就是嘛就大家拢有安尼，所以出现即个物件时，我就想讲，我要安怎来拍出来？当然咱就是爱有其他的输入法，就是即个像咱的教育部嘛有教育部的嘛有民间做的。那这时阵就拄着一个问题你爱用有迄个音，才有法度拍迄个字啊。对啊。所以就想讲我就必须要学会晓迄个音。但我本来就晓讲台语，学路我就知影学路安怎写，我就去看一个讲学路的即个台路拼音是安尼写。我大概知影讲即个音譬如讲即个音是几个字母是安怎倒起来，路是安怎倒起来。
一看你就知影啊，所以你无需要挑工去学讲为 ABCD 开始学，完全毋免，因为你本来就会晓英语啊。但是迄个乌鲁，因若你嘛要拍这个乌鲁这两个字，台文的字是毋是有其他的发音？什么时候其他的发音？它是因为你拍乌，你袂出现迄个字啊。哎呀，那袂乌会出现迄个字就读作乌哦，乌鲁。我毋是用英语拍字呢。你是用无虾米嘛？我要安怎讲？我的意思是讲，若是有人是用注音输入迄种诶。嘿，无啦，你若要拍一寡特殊的字，这毋是，比如讲俄罗这，若是用注音输入法，无法度拍出来。你无，这时候咱就无需要去管伊的华语有即个发音无，因为你有其他的系统会使用啊，像我家己有即个台文的输入法嘿。比如讲，我若拍俄罗拍一个 O， 伊自然就出现共音的字拢出来啊。哦，但是苹果的手机有这个台文输入法。哇，拢会使，拢会使。嘿，啊，你若是电脑共款有电脑使用的，像即个我最近嘛甲开，我要2000箍外规套买落来吼，就是伊的搁较方便啊，民间做搁较方便嘛有即个拍字的一个系统，其实拢足简单的，而且当拢做甲足方便。这些应该都要推广。对，其实伊的工具是愈来愈完整，而且变成讲。学拼音一个上大的好处，你讲会出来，你就拍会出来。嘿，你若毋知影汉字，你拍拼音嘛会使，因为我只要念会出来，我知影你伫讲啥。啊，我若想要写汉字，伊嘛拢有对应家己会使帮你改过来，所以足方便的。我伫学台文应该讲台文汉字甲发音，毋管是你讲台语拼音，或者是咱讲白话字、白话字吼，即款的拼音，这两款因为差无济，我拢是拄开始我拢只是查一个词，我讲我真想要知影即个词的汉字安怎写，啊伊下骹后壁会倒即个，像我伫 Facebook 顶重要的词，我后壁嘛拢个倒即个罗马拼音，互大家看对无？你对一就知影伊的发音的原则是啥物？比如讲，你知影破即个字 P 吼，P O P Q 迄个 P。一般咱叫学英语的人想讲念 P， 但是你若发现讲我伫写，比如爬上树，爬的时阵我用 P， 你就知影讲这一定是发波的音嘛，你就随知影，根本就免学。迄对我来讲，所以我只要加拍几时啊，其实你就会晓啊。所以你只要台语听甲讲无啥物问题，尤其讲若无问题，要拍出这个字其实足简单的。你用拼音的方式去拍，会使足简单嘛，足紧的。所以大家看到这多个字吼，罗马字，哇，这就困难的，佮倒起来，佮甲英语无共款嘛，毋是写英语，当然毋是英语啊。因为我有就这观众朋友有甲我反映这个问题，对，因为我常常会伫我的面册分享一寡就是台语教学，一寡台语词的，我嘛是教台语拼音，要毋过我家己袂晓拼，我是会去查这个教育部诶线顶的字典，甲复制贴上。那么过我就这样都甲我反映讲，你看台语拼音拼袂起来。那可能会不会是习惯性的问题？大家拢习惯注音、去拼音。这当然嘛是一部分。第二就是你无定伫使用。其实你像因为我家己我需要拍稿，我一拍拢几千字，所以我就习惯啊。所以我只要拄到什么字袂晓，我就去对应一个，我就知影讲伊安那拍。变成讲对我来讲反应就会加足紧。我拄开始看较慢，我看汉字绝对是比看罗马字紧。但是我当看罗马字的速度，你若规篇，不管是白话字还是台语，你讲规篇拢台语，拢会看。袂使，我嘛是会使看。我念出来，念出来吧。你心内念就好啊。毋免啊，你自然都，而且照你讲，顶管拢会飘迄个音调嘛，咱讲有7声8调对吧？你看到尾啊，因为有一寡物件定你用一寡词就是安尼嘛，你永远拢伫用的，你其实就算写电脑屏，你嘛家己改转来，你心内家己改转来，所以你看过，你甚至无看音调，你嘛知影那念，你就一直念过去，其实就是使用落的关系尔，嘿。台语拼音或者是白话字这款罗马字拼音真正有伊的好处，我毋是讲一定完全安尼用，因为目前伫台文这部分是较深啦，就是讲伊有分，比如讲我就是要转汉字，所有每一个字我让查出伊的源头吼，因为当时发展落来嘛有这款的，嘛我就是要转白话字，我要甲汉字全部拢迄条的，当然大部分主要伫使用主流就是汉字甲即个台语放做伙的吼，因为两个有互相补充的效果，我认为这是上好。我拄开始会学这第一就是当然我写稿，第二就是我伫 Facebook 顶面想要互大家了解即个，比如讲我伫分享俗言，我要互你知影那念啊，即个字可能过来念法，我要安尼甲你讲，我袂使永远拢写注音，因为这音无准。对，所以我就想讲无我标注即个台语啊，像我去查者看安那标安那发音。你变成讲你以后自处，你只要会晓台语拼音或者是白话字拼音，
你伫看这物件，任何一个新的字，任何一个新的词，后壁才有飘这个音，你就会晓念嘛。就敢若你看国字、看汉字，你看无像边仔若写一个注音，真侪有诶，哇，迄名看起来迄字又较奇怪诶，边仔会写注音，伊就甲伊讲这个字安那念，或者这个字念长，或者这个字念什么。你就知影，你要学发音就非常简单。新的字永远发音拢会伫边仔，甲你传好好、传好好等你啊。嘿，所以我之前就希望大家去学这，毋是讲逼你一定爱学啥，是你以台语推广甲伊延续的这个希望这个愿望来看，你会晓拼音，对你来讲是非常方便的，保证足紧的。当然有一丝差别就是讲。腔口差啦，真正变成拢我伫讲。我就讲下半场我甲你访问啊。因为腔口差，是一个问题。比如讲咱宜兰腔，若是入声字吼，就是第4条甲第8条有一个特色，就是尤其第8条有一个 H 结尾，H 是无发音的，但是意思是讲较短促。比如讲食物件的食，你要食无？但是你若像台南的中南部，尤其高雄，有些腔是讲你要食无？因为这是第8条，但是第8条的变化非常之济，你无共款的所在腔口拢无啥共款。对真侪人来讲，毋管咱哪伊拢是第8条，但是对我来讲，我会感觉最重要就是我念出来就是第7条，伊就是要食无？对，尤其是第8条的这个 H 结尾，其他拢袂，但是 H 结尾就是你要食无？我绝对袂讲你要食无。这是伫做台文推展的过程中，我认为发生的问题就是，不管是教育部伫推展，还是民间伫推展，拢无法度。你一定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腔口会伫这个推展的过程当中慢慢啊消失。我不管咱哪飘，你若一直强迫我，敢若会使飘第8条，学的人绝对袂第一，敢若看字就知影讲，宜兰人会念做你要食无？无做，所以无可能，因为你学到的就是这个字应该爱念做食。就是这个问题。可是，所以我常常有当时调讲，佫飘一个第7条。当然嘛，有人来质疑我讲，这就变做第8条，伊唔管有啥物变化，拢有做第8条。我感觉台语魔人就济。但是我讲这嘛，当然伊有伊的考量，我嘛接受。但是我认为讲，我希望伫我做会到的范围内，保留互大家知影宜兰腔或者宜兰老漳腔是啥物款的念法。所以我想咱唔管伫节目内底定定用漳腔，或者是我伫写字定定挑工要飘出这个，毋是优势腔，毋是官方这个正式颁布的写法，是希望互大家注意到这个代志。我有特别去，这是无法度，就是伊我都保留偌久，但是那以现的，咱当然伫讲这个乐观闭关的问题，这个部分我都会较偏向较闭关，因为当个学生若必须爱透过学校的教育系统去学台语。伊一定都会偏向标准化，毋管你搁较找老师来甲你讲啊，即个咱宜兰是安怎讲吼？你台南就找台南的先生，台北找台北先生，我感觉要保留落来机会伤低啊！这是无法度代志，伊毋是真正接母语啊。因为咱当甚至你教嘛讲这是本土语言，无甲你讲这是母语，因为你的思考拢是用华语先思考的情形下，你是无可能，迄毋是你的母语，你的母语变成华语啊。但是这是本土语言，咱原本伫这土地至少较久啦。曾经伫咧即个所在发展了诚好的一个语言，伊嘛会使有真侪用途。当然这嘛牵涉到讲政治认同啦，这是无法度的代志。这种真侪这款的物件，但是腔口的物件，尤其像即个调的变化，佫毋是干那讲，比如讲圆变圆啊，我的飘音真简单，我就是圆，我就改飘圆，这是无问题。但是像我拄讲第8条这款变化，就诚困难。佫一个。大家嘛佫较毋知影，就是咱讲蚵仔煎，蚵仔煎，但是真侪所在是讲蚵仔煎，你有听出无共款无？你佫讲一摆。蚵仔煎甲蚵仔煎。蚵仔煎甲蚵仔煎，蚵仔煎。因为宜兰这个蚵肉吼，咱讲蚵肉，宜兰是拢讲蚵仔煎啊，我咱会较讲蚵，对，咱的蚵会较圆，大目前优势腔是讲我发现呢，你伫台路内底飘蚵即个罗马字嘛蚵，但是。共款即个字，你看，即个字甚至我无法度用任何方式甲飘出来讲，甲人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啦。我只是听你讲，我知你毋是宜兰人啊。蚵仔煎，真诶咧，蚵仔煎啊，大家都会分辨出来，因为蚵仔还蚵仔，蚵仔煎还蚵仔煎，蚵仔煎甲佫无共款，就是蚵仔煎甲蚵仔煎敢有无共款？
蚵仔是你讲蚵仔两个蚵，嘿，这是芋头，芋头蚵仔，但是咱分得出来像糕仔，糕仔甲嘿，真侪所在讲糕仔。你拜拜拜糕仔，但是咱是拜糕仔，所以宜兰人听会出来。当你是外地人来甲嘉轩，你毋管安怎解，你这蚵你真歹解。我一听我就会听出种这毋是宜兰人啊，这细汉绝对毋是住宜兰的，因为讲毋是讲三不五时。那有但是讲好，这是因为大家好耍哦，拢会调讲咧蚵。但是宜兰，譬如讲我来讲好，毋是讲好，差一丝丝啊。但是伊发音无共款。你今日甲我讲，我才有发现呢，因为细汉你讲无啥物感觉。这就是宜兰腔。但是所以宜兰腔毋是干那水水软软食饭配卤卵遐简单尔，伊有真侪随着江腔的变化，是家己在地吼，甲包含着平埔族的语言的影响啦，或者是真侪即个在地家己慢慢这200多年、200多年来产生出来特殊的词、特殊的讲法，或者是发音的变化，这真正是就是。腔毋是遮简单的物件，这个物件是无法度写伫你的拼音内底。这是早晚的消息，这部分我是较悲观的。但是我有法度讲偌久就讲偌久，互大家。反正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讲你的腔是安那，你讲话有一寡漏开的啦，有一寡当然包含用词，有诶反正就是即个发音的方式，因为敢若宜兰安尼发音。你少年人你若学台语，比如讲囡仔伫学校学的。伊老师无法度甲你教讲，即个乌甲差别伫搭，因为反正你根本听都听袂出来，但是咱宜兰人听会出来，因为你自细汉听到的都是即个音，都有即个差别。会当理解，所以我坚持要讲温小顺。虽然讲我逐摆讲温小顺，都网友伫聊天室甲我讲，明明都是讲我讲毋对，真正有人安尼，讲我讲毋对，代表伊的台语学了个无够。你讲，你去查一下字典看觅，江腔安怎讲？这因为宜兰本来就江腔带较重啦，我感觉这是咱拄仔一直伫讲的一个较。这是较深入的讲实在所以为即个台文台湾的即个罗马拼音拼音甲即个白话字的拼音的方式，一直讲甲腔口的差别啦这拢是后半段一般我安排咧较深一撮，就是大家头前听差不多，后壁希望讲你若对台语即部分有搁较侪了解因为其实我伫做故事的部分主要就是会以好耍趣味故事，大家了解台湾一寡过去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故事以外，较袂讲甲伤深，甲语言本身有关系。一般就是访问的时候，我会伫后半段留一寡像即款的物件。因为拄好你今日是因为你是宜兰人，所以有一寡宜兰腔口的差别。我甲你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你咱讲无住伫宜兰，所以这差别你随会使抓出来讲真正无共款，对无？迄感觉都无共款。而且你真的，你今日甲我讲，我才知影姑姑甲蚵仔是咱宜兰的讲，我真正毋知，我看到是讲大家拢安尼讲啊。所以我嘛捌伫网络看到人讲，比如讲像阿母，真诶，像你爱讲阿母，但是宜兰腔正讲是讲阿母。有阮爸爸叫阮阿嬷就是叫阿母，对无？所以我拄仔调讲一直在讲阿老爸老母，我调讲会安尼讲，因为当较大家较习惯，较惯势较是拢讲老爸老母但是宜兰腔过去是因为嘛是讲讲腔的关系，讲阿母，对即款物件我甲你讲话感觉足亲切。我讲阿母过来就是即个字，母亲的母这字本身还有一个发音是本音，读音就是即个庙。圣庙天上圣庙对无？所以我之前伫网络顶悬都有看到即个讲法伫讲啥物物件，嘛是甲神明有关系啥物宝安尼，但是都有人讲对飘山的念法就是啥物，比如讲王庙好啊，咱以西王母，咱举例讲西王母拄好即个 Pelosi 都西方来的王庙你对伊最有兴趣的，你讲我真趣味全世界注意一个查某人当时要困几点要困伫倒位80岁阿桑欧巴桑，一个阿嬷要困伫倒位，大家真关心安尼。即个这位美国嘛来甲遮咱讲西王庙对无？咱用文言用西王庙，但是咱有当时因为有的字咱是白话文言拢可以使用。这个时阵就会出现讲有人讲王母王母娘娘嘛可以，那有人就是听到讲王母娘娘的时候，伊感觉足奇怪，因为伊认为讲你敢当作恁某但是咱听得出来某甲某是无共款的物件。咱一听虽然伊会哇，但是咱一听就知影无共款。但是有的人看到这个字讲足歹听，甲娘娘当作恁某其实这是无共款的。但是我有看过有人安尼讲因就会感觉讲这像我事实上咱伫听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就像咱讲糕仔甲糕仔都无共款。
糕啊是浆糊嘛，胶水嘛，但是糕啊是咱伫食拜拜状元糕什么糕啊甲糕啊，是不是？那有大家讲糕啊，糕啊甲糕啊，我较当着糕啊，糕啊甲糕啊，敢有无共款？有共款吗？糕啊甲糕啊，胶水你安怎讲？胶水，胶水，胶水台语你安怎讲？胶水不就是糕啊吗？糕啊嘛，对啊。糕饼呢？糕啊，糕啊，你开始乱起来看。糕啊，伊毋是糕啊，伊是糕啊，所以你要甲，比如讲我去市场甲摊商讲，我要买糕啊，绝对袂买成糕啊。就算伊有卖糕啊，伊嘛袂甲糕啊摕互我，因为知我要买糕啊，毋是买糕啊。你分得出来无？你佫讲一摆。胶水是糕啊。糕啊。嘿，伊迄个音是较乌迄个感觉，你喙是较圆糕啊。嘿，但是你讲要买糕啊，伊是介于即个，伊是伫咧较变一算讲糕啊，甲糕啊中。没有那么乌。嘿嘿，糕啊。伊若伫即个发音学内底，我会记伊其实正常来讲是两个 O， 咱讲 book。迄个音，咱英语咱讲 book 嘛毋是 book 嘛毋是 book， 对吧？伊就是伫中迄个所在，较像迄款音，因为即个音小可暧昧，你知影？就是伫两个音中，所以真侪人会听袂出来，或者是伊分袂出来差别。咱讲蚵仔煎的时阵，伊会听，伊袂感受到，伊可能感觉讲豆芽怪怪，但是伊毋知豆芽有问题。那咱听的时阵，咱会知影讲蚵仔甲蚵仔。而且你搁甲台北嘅，还是其他优势腔去对比，比如讲因食蚵仔煎，咱讲蚵仔煎，我毋知大家听有无，因为你若长期无听这两款音的差别，有的人是分袂出来的。嘿，就像日本人有当下分袂出啊，你若完全日语的环境，你可能分袂出这个 R 跟 L 这两个差别，同款意思。你这跟你的大脑有关系，大脑内底一寡细胞啦、神经元，然后神经元的这个发展有关联，有会夹做伙。你若定无听的音，所以定讲鼓励囡仔多元的语言，多元的音乐，对囡仔大脑的发展将有帮助。就是伊会互这物件都分解最清楚。因的语言的能力，目前研究会认为讲，可能是有帮助的哦。就是要学外语的时阵，对因来讲真简单，就使分别这个差别。因伫学就特别紧，是有这个讲法。所以台语毋通放袂去，因为到时会使互你的囡仔有较侪外语的时阵简单安尼。是。就这个较趣味的所在。好，咱今时间应该嘛差不多啊，搁摆拢我伫讲咧，就精彩，感谢亚特老师。好啦，就是甲大家分享一寡，因为做我你这集的应该是若无意外，应该是第58集，台语话故事第58集。希望那个我有一句真心话，希望这个网络顶悬的这个台语大师们，听到我这集毋通来甲我攻击，莫来甲我的粉专洗版。袂啦，放心。甲我攻击咯。袂有这个问题，咱的听友人拢真好吼，拢甲咱赞助。包容哦，我等下讲，听友是这个天兵天将啦，人拢真好啊咧。我相信大家拢了解我伫做台语的故事单元，一直伫强调这个代志，就是讲包容吼，毋是去骂上，还是要求别人一定随爱安怎做，因为咱家己讲腔口的代志，就随知影讲腔口的变化遮多元，人的想法嘛是共款。虽然有人的多合，我定伫讲多合，就是多合用华语要安怎翻译？就是有适合无你有这个时机，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拄好会使配合无都多合来做日语的变化啦都多合有这个多合的差别，所以要求别人其实我感觉无必要，要求家己你若做了好，大家讲你真做得足好诶，大家自然去甲你学所以就学嘛是共款嘛你若有细腔讲学对，大家讲学，咱拢讲学，所以敢咱其他人会讲学吗？无。第8条变第7条，这个变化真侪，但是毋是敢若变第7条，伊有真侪所在无共款的腔口，第8条的变化有几落款，4、5款以上，就是有诶较轻一丝啊，有诶会下降，有诶会向顶悬走。像你大多讲这我伫咧台东有听到，因为阮妈妈是台东人，对台东真正拢讲食。对，所以拢无共款所以你若只要伫宜兰听到人讲你要食无，你知影绝对毋是宜兰人，绝对毋是宜兰人。因为我绝对袂安尼讲我定定讲腔口差别真趣味，就是这甲你迄生活的所在有真大的关系，就是伊迄所在的历史
所以有情感连结啊。对，所以台语是有感情甲有历史的，这历史是甲你在地有关系，然后这是确实华语的这部分，伊无法度甲你比评这个物件，是因为伊确实是外来，这无法度吼，伊毋是经过几百年伫这个所在发展起来，每一个所在有伊的人口变化，伊是经济由官方正式颁定的吼来做的，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我认为台语有伊的特色，甲伊真适合发展的所物件。当然伊嘛有会使通用的，会使真现代的嘛有，伊嘛有真侪是在地。敢若即个所在分辨你我，当你讲出蚵仔煎甲蚵仔煎的差别的时阵，阮就知讲你是毋是阮家己人的即款的即款真特别的物件，伫咧是足趣味的，伊变化非常之济吼，非常济。这是嘛是嘛，趁这个机会都伫甲咧开讲宜兰人，汉尼甲宜兰人开讲，我讲伫 podcast 内底吼，所以有即个机会。甲大家嘛分享咱即个较特别的物件啦吼，顺便当然你有讲到 Facebook 这个代志，甲大家分享一下你若要看到你的新闻，或者是你定定嘛会发表一寡你的想法啦，你的看法，要伫倒位会使看到你的物件咧？我的名册就是输 key 外名温小纯、黄小纯IG。其实 key 外面嘛会当找到，我的新闻就是假新闻，即摆伫个 MOD 58台，508台，还有我有一个 YT 频道，嘛是 Google 就假新闻都当看到，网络直播，未来会上 cable， 但是即摆第几台什么时阵是还未确定，所以目前就是你当讲 MOD 甲网络为主，其实还有一寡。平台啦，真正会当工商服务一下嘛？嘿啊，我就是要留这个时间给你啊。我们有一段台词，来，互你念。假新闻伫个 MOD 508台哈密 video 四季线顶50台，爱尔达 OTT， 还有亚太电信 GTTV， 还有假新闻的 YouTube 直播，都会当看得到。早起10点，下晡2点，一定要收看。假新闻的台语新闻，我是阿顺。好，那今日咱这集就到这，咱今日特辑就到这个所在结束，时间嘛差不多啊。那大家听完这集了，有啥物款有啥物款想法咧，或者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来回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也是 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分数，还一寡鼓励。那 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这时阵来拍华语啦，因为都开始做宣布，特别为做一个台语的名，也会使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那想要看这个主播本人生什么看告诉咱合相，我嘛会较讲给你。好，那咱今日就到这为止，甲大家讲拜拜咯，拜拜，再会，再会。请大家多多指教，给我温柔的批评就好。袂啦，咱的听友我相信袂有问题。无批评较伤大力。袂啦，我嘛是定讲故事，但是嘛有讲重大的所在啦，或者有当讲紧啦，还是有一寡用词可能一般官方认定安怎讲，但是讲久啊，阮当可能有一款无共款的讲法，是毋是遮正式的？大家嘛会提出一寡建议啥，但是嘛是拢真。人拢真好啦，不，亚特是阮台文界偶像，偶像级的人物，有言有脑，有内容。我都想讲你别讲有奶，有奶也嘛写通，有奶也是，你给我讲一个，有言有脑，有内容。